考試嘅月份越嚟越近，每個家長個心開始都會好緊張，好想關心自己嘅仔女，但又怕一問佢哋就遭佢哋拒絕，搞到自己個心唔知點好。尤其係屋企有中學生嘅家庭，家長可能都會諗點樣我先可以喺唔騷擾佢哋嘅情況下，又不至於完全唔理佢哋呢？其實陪伴可以有好多嘅方法，唔一定要問進度，問到佢哋煩嘅。有時候家長可能只係隨便咁問一句，你要唔要食生果？做咩成日都唔出聲？係咪好大壓力㗎？但係仔女一聽到，可能佢哋就會即刻黑晒口面去回應我哋。呢一種咁嘅反應，好多家長都試過。青春期嘅仔女心入面其實係好渴望被父母關心，但又唔想俾人覺得自己撐唔住，想做一個成熟有能力應付一切嘅人。但係同時間佢哋內心又想有人默默咁支持佢哋，嗰種咁嘅矛盾正正係青春期常見嘅反應。中學生好多時唔中意人問東問西，佢哋會收埋自己，直到有啲成果，有啲信心先至會願意開口話俾人聽。亦有啲學生係緊張型，一到考試就胃痛、頭痛，或者係平時太過自我要求高，一考試就情緒崩潰。仲有啲係被家長過高嘅期望壓住，每日雖然面帶笑容，但係心入面早已經好大壓力。當家長講只係考試啫，有咩咁大壓力啊？盡咗力咪得咯。但係對佢哋嚟講，呢啲咁嘅說話可能只會加重佢哋嘅內疚感，覺得自己唔夠 tough。咁家長可以點做先至能夠真正做到陪住佢哋，又唔俾壓力佢哋呢？如果覺得呢篇文章對大家有幫助，記得按讚支持一下，分享俾你身邊需要嘅朋友，同埋訂閱我嘅頻道，咁樣就唔會錯過其他實用同埋教養嘅資訊。透過分享知識，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家庭，讓孩子能夠平安快樂咁成長。多謝晒。第一，喺語言上嘅支持，行動上傳遞陪伴。你可以諗下，如果你係佢，喺壓力爆煲嘅情況之下，你最想聽到人點對你呢？可能簡單嘅一句，唔理考成點，我都會喺你身邊，比起10句快啲去溫書更加有力。有時我哋做家長嘅唔出聲，默默咁去支持佢，例如煮一碗熱湯，一張小字條，一句簡單嘅加油，都可以俾到青少年人唔同嘅力量。第二，做個引導者或者教練，而唔係緊貼佢哋。家長太密集咁圍住子女，只會令佢哋更加煩躁。可以試下好似旅行團嘅領隊咁，講完一段嘅說明，就俾佢哋自由活動，等佢哋自己去行下，試下揾方向。又或者好似球賽前，教練拍下隊友嘅膊頭，簡單咁講一句加油。青春期嘅仔女，佢哋需要嘅係空間同埋信任，而唔係控制。第三，靜靜咁陪住子女，唔好逼佢哋有任何嘅回應。有啲時候子女唔答我哋，唔係代表佢抗拒我哋，只係佢哋仲未 ready。呢個時候，家長可以多觀察、少提問，睇下佢哋嘅行為，例如見到佢哋有咬指甲、成日眉頭緊皺呢啲咁嘅焦慮信號，我哋做父母嘅就可以溫柔咁講：如果你有嘢想講，可以隨時揾我，我隨時會聽你講嘢。其實就算佢唔講，佢都會感受到我哋對佢嘅關心。第四，俾子女多啲正面嘅肯定，營造一個可以傾偈嘅氣氛，唔好淨係問佢哋溫書溫成點，仲有幾多未溫。家長其實可以講句：見你呢排好用心，辛苦晒。簡單嘅一句說話，已經可以令佢哋感覺到自己做緊嘅嘢係有父母留意到嘅，唔會覺得自己孤軍作戰。
如果孩子主動咁揾你傾偈，或者問你攞意見，家長就可以先同佢哋講，我講嘅未必一定啱你用，你可以聽下，睇下對你有冇幫助嘅。咁樣嘅回應唔單止唔會令到小朋友覺得你說教，而且仲喺親子之間可以開展一場舒服啲嘅對話，孩子就會更加樂意打開佢哋嘅心窗，接納我哋嘅意見。家長要留意，有時我哋都會好心做壞事，例如日日追問查進度，或者成績好嘅時候就笑，成績差就黑面，又或者包辦晒所有嘅家務，話俾仔女聽佢哋只係需要呢個時候專心咁溫書。嗱，呢啲咁嘅做法其實都可能變成孩子心入面嘅壓力來源，甚至會令佢哋覺得自己背負住成個家庭嘅期望，唞唔到氣。事實上，喺備考期間，保持良好嘅生活節奏好重要，適量做家務，去運動一下，俾自己有機會放低本書，深呼吸一下，反而可以調整心情，再重新出發。成績固然重要，但點樣面對壓力，點樣調節情緒，呢啲都係我哋嘅青少年子女成長中嘅一課，係佢哋日後真真正正嘅功課。